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讲，全民普发到6000块的现金，行政院按算，上紧4月初就要来发放。啊，到底要安怎来领？敢会真麻烦？这是大家上界关心的。政府是规划3种领钱的方式：第一，上网来登记；第二，到邮局的柜台去领；第三，到自动提款机来领。啊，若针对着弱势甲特殊的族群，政府正咧研究，唔免登记，6000块直接入去口座。其他将近8成的民众上界方便的，就是到自动的提款机去领。啊，有真侪长辈较信任邮局，恐惊到时阵邮局要领钱的人会塌电，所以邮局嘛要甲邮局因的自动提款机领钱的过程，甲创较简单咧，通方便老乡亲去邮局来领钱。金融卡在手，补发现金就能到手。邮局的 ATM 只要插卡，输入身份证字号，还有健保卡号，就能领到6000元。真侪人领现金，拢会直接行去超商或者是银行的 ATM， 市民码地当领钱，对大多数的人来讲真利便。全民普发6000块，所以部当年嘛分析过去领钱的所在，发现真侪时大人较信任中华邮局，感觉邮局稳当当，伊家拢会去邮局领现金。不过老大人大部分拢是伫咧临柜领，有的人就是较袂晓操作 ATM。大家心声中华邮政听到啊！中华邮政公司全台设有3198台 ATM， 目前已完成系统修改，后续将配合政策设施。所以部规划包括伫咧网络登记，直接汇钱互你 ，ATM 领现金，邮局临柜3大发钱的管道。金管会银行局讲 ，ATM 领钱有公股行库、大新、国泰世华、中信和中华邮政，拢总12间金融机构要25000台 ATM 配合，大概占全台湾 ATM 数量的8成。所以部卖照顾弱势，亲像领新障生活补贴，或者是特殊族群，亲像领老农生活津贴，卖新增加发放的管道，可能免登记，就当直接汇钱互你。另外继续和相关部会协调，希望当互普发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